大家好，歡迎收睇阿比貓山系玩樂誌啊！平時大家去郊遊係咪都係用手提電話啊或者普通相機啊去記錄風景呢？但係普通相機咧，通常就只能夠記錄低眼前嘅景色，但係全景相機咧就可以記錄低包圍你嘅全世界啊！好似瀑布灣呢度啦，咁啊有瀑布、有岩石，仲有對出咁靚嘅海景啊！要一次過影晒咁靚嘅景，加埋自己嘅人喎，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㗎。不過好在今日我有呢部頂級嘅全景相機 DJI Osmo 360二代全景導演機啊，就可以輕鬆咁影低咁靚嘅風景啦。今次咧就同大家嚟到華富村對出嘅瀑布灣瀑布試機，穿過瀑布灣公園去到北面嘅盡頭，沿住樓梯向下行一小段，冇幾耐就可以嚟到呢個咁靚嘅瀑布下面啦。除咗瀑布，旁邊仲有個瀑布灣碉堡，呢度郊遊打卡都唔錯㗎。DJI 全景技術嚟到第三代，可以話係屈晒機啊！第一代 DJI 全景創造性打造咗方形 CMOS， 第二代 Avatar 360挑戰無人機穿梭，消除畫面嘅接縫，帶嚟沉浸式無人機體驗。而眼前嘅第三代 Osmo 360-2則係集前兩代技術嘅大成，提升全景影像嘅上限。喺戶外拍攝咧，穩定度同開機速度咧都好重要嘅。DJI 全景相機嚟到第三代，無論係影像演算法、NFC 快速喚醒定係硬體防護咧，都非常成熟，係全景相機嘅旗艦之作。以前全景相機咧喺呢種大對比瀑布懸崖底咧，一係就水花過曝變白，一係就岩石黑掹掹。但係 DJI 喺行業首創方形 CMOS， 帶嚟呢部1英寸全景影像相機，將感光性能壓榨到極致。有14.5級動態範圍，高光位同暗位都完美保留。除咗寬容度之外，呢次錄影格式更加直接提升到業界最高嘅 8K 60格，對比翻上一代嘅50格，60格喺播放嘅時候就更加流暢，唔會窒啦。佢仲解鎖咗 16K 全景靜止延時，同埋 8K 時空凝固。慢動作可以拍攝 8K 60格，透過 DJI Studio 導出。可以等效導出 8K 480格，即係16倍嘅慢速。以慢動作 4K 240格拍攝咧，更加可以後期實現64倍嘅慢放。全景相機咧最怕就係拼接錯位啊，特別係塊面一靠近接縫咧就會變形，或者好似背景呢啲岩石線條錯開。但係 Osmo 360二代採用全新智能 AI 拼接演算法，徹底搞掂咗呢個問題。大家睇下我塊面喺接縫位喐動咧，背景都依然天衣無縫嘅，唔需要特別運鏡，極易上手。佢支援強大嘅360度智能跟拍，無論你點樣行啊，永遠都喺最完美嘅 C 位。佢仲有前後同拍功能，人景同框冇難度啊！拍完之後咧，直接導入手機嘅 DJI Mimo App， 入邊嘅 AI 運鏡功能咧，可以幫你一鍵成片嘅，全自動剪出超型嘅轉場。而且入面仲有好多 AI 全景特效俾你慢慢揀。佢除咗適合新手一鍵出片之外咧，對於專業嘅創作者嚟講咧，佢仲支援10bit D-Log-M 色彩模式，可以記錄超過10億種顏色。出色嘅寬容度有利後期電腦調色。天空嘅漸層同埋海面嘅反光咧，都擁有極佳嘅色彩過渡，唔會咁容易有斷層。過往360相機咧喺夜景方面咧都麻麻地嘅，我特別就試咗佢嘅 AI 超級夜景 2.0 啊。留意到細節同埋降噪效果咧都好出色嘅。最後就係實用性啦。上山下海拍攝最怕就係唔記得帶記憶卡啊、刮花鏡頭啊，或者拍到冇電咁樣嘅。呢部 Osmo 360第二代咧，內置105 G 儲存，係行業最大內置儲存嚟嘅。一開機就可以即刻拍攝啦。呢一代鏡片咧強度提升咗，抗刮能力更強，並且採用全新可更換鏡片設計，就算有損壞咧都可以自行更換嘅。電池方面，一粒電可以拍攝高達100分鐘嘅 8K 影片。最後嚟到呢個咁靚嘅地方咧，等我分享幾個有趣嘅360拍攝技巧俾大家。將360相機放喺腳架上面，然後圍住相機跑圈，仲可以發揮啲創意，前後加啲小動作添。將360相機放喺前面，直線向前行，就可以做出盜夢空間嘅效果。
將360相機放喺長自拍棍上面，喺高空移動，喺 App 適當調整視覺就可以做出航拍機嘅效果。將360相機交俾你朋友，佢一路向後行就得㗎喇。中二病嘅朋友仲可以扮下有 super power 添。最後就係進擊的巨人啦，呢個唔使多講啦，不如留意返要咬實部機喎。唔知大家對呢部 DJI Osmo 360第2代仲有咩想知呢？歡迎留言問我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係時候講再見，拜拜。